据说有一个国家被号称为战斗民族，非常牛叉。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它的战绩。第一战，1904年日俄战争，地点在中国东北。战争的目的是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。俄国总共投入兵力120万人，伤亡被俘27万人。对马海战，海军完败，损失舰船98艘。日军参战总兵力109万，伤亡27.6万人，损失舰船91艘。结果俄国战败，退出中国东北地区。第二战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俄国军队有400多万人投降，美战军投降10万人以上。第一场战事，俄第一集团军对东普鲁士发动特别军事行动，德军派出普登道夫部队迎战，结果德军伤亡3.7万，俄军伤亡25万，且被俘9.2万。即便以5倍于德军的兵力，也照样被德军打了歼灭战。一战结束，沙皇俄国灭亡。第三战，1919年2月至1921年3月，苏波战争，苏俄企图一举拿下波兰，扩大其版图，开始似乎蛮顺利，但到了华沙战役中，波兰展开反攻，结果苏军节节败退。之后双方选择了停战。整个战事，波兰伤亡10余万人，苏俄伤亡30余万人。第四战，1939年苏日诺门坎战役，苏军投入兵力约7万人，日军投入兵力约2.5万人，且是3流的警备师团的水准。结果苏军作战坦克524辆，损失280多辆；飞机500架，损失207架。苏军总共阵亡失踪9700人，受伤15000人。日军共阵亡8400人，受伤8700人。经过这场战役，苏俄发现日本不好惹，这也是斯大林选择与日本苟合，并在日后为了讨好日本而承认伪满洲国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第五战，1939年苏芬战争，当时芬兰不过是个400多万人口的小国，斯大林决定吞并这个北欧小国。时年11月，苏联集结30万的兵力，其中1000辆坦克，芬兰没有坦克，结果最终没能拿下芬兰。这场战争，芬兰伤亡7万人，苏俄伤亡50万以上。此后，芬兰由于得到德国的帮助，还一度收复了历史上被侵占的卡累利亚地区。第六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苏俄因为与德国反目成仇，被迫成为同盟国的一方。虽然同盟国战胜了德意日轴心国，其实苏联与中国、法国一样，都属于惨胜。战争初期，苏联一下子丢掉了大半国土。1941年基辅会战，德国以伤亡10万人的代价，造成苏军减员70万，被俘35万。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，苏军阵亡达68万人，失踪11.5万，负伤183万人，作战部队3个月内减员达1/3。同一时期，德军死亡24万，负伤75万，失踪5万人。库尔斯克会战算是苏军赢了，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整个二战中，苏军2200万军队减员1200万，占比52%。相比中国是最惨，打的时间也远比苏俄长，600万军队减员317.8万，比例达52.8%，但与苏俄相比也相差无几。第七战，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，当时中国军事装备远不及苏俄，苏军使用坦克、装甲车、飞机和冰雹火箭炮，中国军队只有用反坦克炮、无后立座炮、4零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对抗。这虽然只是小规模的冲突，却暴露了苏军的脆弱性。整个战争，我方阵亡71人，苏俄伤亡152人，被毁伤坦克、装甲车19辆。结果，中国以较少伤亡继续保有珍宝岛的控制权。第八战，1979年至1989年10年阿富汗战争，苏俄对阿富汗采取特别军事行动，遭遇激烈反抗。苏军先后投入兵员150多万，阿富汗只有国民军10万，其余为美国为首的国际支持的阿富汗反抗军。苏军损失2675架飞机、147辆坦克和4名将军，5万余人阵亡。而阿富汗几乎没有战机、坦克等重武器，伤亡130万人，绝大多数为平民。战争的目的，苏俄完全没有达到，最终狼狈撤离。第九战，1994年至1996年，第一次撤城战争，俄军出动3万人，200多辆坦克、400多辆装甲车、380多门火炮，车臣兵力只有1.3万人，100多辆坦克、50多辆装甲车、100多门火炮。最终，俄军3826人死亡，1906人失踪，17892人受伤。另外，战争造成平民死亡10万人。这一战，俄罗斯损失惨重，颜面扫地。这就是很多人崇拜的五体投地的所谓战斗民族。第十战，对这次战斗民族发动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结果，请问你们怎么看？